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想同大家深入咧探討一個主題。呢個主題咧，對我個人嚟講咧，真係幾有針對性。因為最近屋企個小魔王咧，真係搞到我頭都大埋嘅，幾乎要發癲。咁以前我爸爸媽媽對我用嘅嗰套方法，咩講道理、威脅利誘，用到我個仔身上，完全失靈。所以我特登去了解一下 Doctor Wong 教嘅共情四部曲教學影片，希望可以喺入邊揾到答案。我相信好多家長都同我一樣，好想搞明白，當小朋友情緒失控嘅時候，點解我哋嗰啲老方法都唔得？到底有冇更根本、更有效嘅解決辦法啦？其實我呢個撞板嘅經驗，正正係共情四部曲要解決嘅核心問題。Dr. Wong 咧一開始咧就拋出一個好震撼嘅觀點，可以話係整個教養思維嘅基礎。佢話大部分家長都淨係專注喺處理小朋友嘅行為啊，但係呢個就好似淨係見到冰山露出水面嘅部分咁。相信大家都聽過冰山理論，水面上面嘅係行為，水面下邊嘅就係我哋睇唔見嘅嘢。而共情四部曲咧，就將水面下邊嘅嘢定義得好清楚。行為嘅正下方係小朋友嘅情緒，再係情緒更深入嘅地方，就係所有問題嘅根源，也就係心理需求。行為、情緒、心理需求，一層疊一層。我哋平日見到小朋友大喊大叫、唔聽話、掉嘢，都只係最表面嘅行為。如果我哋好似打地鼠咁，淨係去敲呢啲冒出嚟嘅行為，唔去理解底層嘅情緒同需求，咁嗰隻地鼠永遠都會從另一個窿冒出嚟，問題永遠都解決唔到。我而家先有啲明白點解我哋成日都白費力氣。以前我一直覺得，小朋友做錯嘢，我就糾正佢嘅行為，呢個係好直覺嘅事，唔係咁，仲有其他辦法咩？原來呢個就係思維轉換嘅關鍵點。共情四部曲強調小朋友嘅行為，尤其係年紀仲細嘅時候，幾乎100%都係由情緒驅使噶。大家可能會覺得100%太誇張，但實際上真係差唔多，因為佢哋大腦入邊負責理性思考、控制衝動嘅前額葉皮質根本仲未發育完全。咁所以得出一個好大膽嘅結論啦，所有行為問題嘅根源其實都係情緒問題。呢句說話嘅衝擊力真係幾大㗎嘛。換句話講，我哋一直以嚟就好似對住一個病人嘅症狀聯絡藥，但係從來都冇去揾病因係咩？我哋一直都想修理小朋友嘅行為，用說教、鬧打、警告嘅方式，但驅使行為嘅嗰個引擎，即係情緒，根本冇熄過火。再深入一層，驅使情緒嘅又係心理需求。譬如話一個小朋友內心深處可能需要被理解、被支持或者被睇見，當呢個最根本嘅需求冇被滿足，佢就會產生失望、挫折、憤怒呢啲情緒，然後呢啲情緒就會驅使佢做出叫喊或者反抗嘅行為。唔從呢個根源入手，任何教管方法都只係治標唔治本，所以我哋成日都係喺處理最末端嘅結果，而唔係最前端嘅原因。難怪會覺得個心好鼓。講到呢度，我就好好奇共情四部曲入邊提到嘅情緒沸點，感覺呢個就係每次親子衝突嘅引爆點。原來 Dr. Wong 用咗2個詞去描述情緒升級嘅過程：情緒沸點同爆發點。大家可以想象下燒開水，情緒沸點就係水喺鍋入邊劇烈翻滾冒緊泡，但係鍋蓋仲未被蒸汽揭開嘅嗰一刻，呢個時候小朋友嘅情緒已經被激發啦，就快失控。但係佢其實仲保有一絲絲理智，就係佢仲聽到你講說話，但係眼神已經開始唔對路嘅時候。通常呢個時候我第一反應就係想即刻熄咗火，等佢靜落嚟。但係共情四部曲指出，家長呢個時候最常使用嘅武器就係所謂嘅12類區。呢個專有名詞其實指嘅係12種我哋試圖用最快方式去阻止小朋友行為嘅溝通方式。譬如話命令佢唔准喊，警告佢你再咁試下，又或者我同你講過好多次啦。仲有嘲諷，譬如話呢啲有咩好喊㗎，真係好丟架。講真，
呢12個雷區，我大概中咗10個，尤其是我同你講過好多次啦，簡直係我嘅口頭禪。原來我每次咁講都係親手將小朋友推向爆發點。其實呢啲雷區嘅共同問題好簡單，就係冇關心到小朋友點解會唔開心，完全忽略咗小朋友當下嘅情緒同心理需求。小朋友呢個時候最需要嘅就係被理解。但係呢12種方法冇一種係喺表達理解，結果令小朋友感受唔到被接納，情緒不但冇平復，反而好似火上加油，情緒被直接推向更高嘅爆發點。譬如小朋友喺地上碌，大嗌大叫、掉嘢、尖叫，完全同你切斷溝通。Dr. Wong 用好強烈嘅語氣提醒，一旦小朋友到咗爆發點，任何共情或者溝通都已經冇用㗎喇，因為佢大腦嘅理智區已經完全斷線啦。你同佢講道理，就好似對住一間正在着火嘅屋企喊，你唔好再燒啦，咁完全冇意義。呢個消息真係令人沮喪。我過去做嘅嘢原來係冇乜用。到咗爆發點，唯一要做嘅嘢就係確保安全，然後諗辦法令佢冷靜落，而唔係去講道理或者試圖溝通。所以真正嘅黃金救援時間就係喺水就快滾但仲未滾嘅嗰個情緒沸點，而共情嘅最佳時機亦都係呢個時候。我哋嘅目標唔係推佢一把令佢爆發，而係拉佢一把令佢平復。共情嘅核心就係去滿足小朋友當下最強烈嘅心理需求，被理解同被支持。相信好多家長都有同樣嘅迷思，共情聽起身就好似縱容小朋友無理取鬧，我仲要去理解佢支持佢，咁佢唔會變本加厲，覺得大叫大喊係有效嘅武器咩？共情4部曲入邊就提到一個好關鍵嘅原則，可以解決呢個迷思。情緒同行為要分開處理，意思就係我哋可以無條件去理解同接納小朋友所有嘅情緒，但係呢個並唔代表我哋認同或者接受佢嘅錯誤行為。可能大家會覺得呢個講法有啲抽象，我就舉一個我屋企好常發生嘅例子。哥哥搶咗弟弟嘅玩具，細佬嬲到打咗哥哥一下。以前我嘅做法就係直接對細佬話：你點可以打人啊？去罰企啦！呢個就係直接處理行為，同時仲否定咗佢嘅情緒。而情緒行為分離嘅做法就係睇住細佬，接住佢嘅情緒先。譬如話玩具被哥哥搶咗，你一定好嬲、好委屈，係嘛？感覺心入邊有一座火山要爆發咁。好多家長可能會覺得使唔使講得咁具體？但係其實好有必要，因為要幫佢講出佢自己講唔出嘅感受。當你咁講呢，細佬會覺得你識我，佢被理解咗，嗰座火山嘅火呢就會慢慢細落嚟。呢個就係先處理情緒，等佢將情緒垃圾倒出嚟，等到佢冷靜理智翻晒嚟，呢個時候先至係討論行為嘅時機。比如話，我知道你好嬲，但係打人係解決唔到問題㗎。我哋一齊諗下，下次再嬲嘅時候，除咗打人，我哋仲可以做咩？可以嚟搵爸爸媽媽，或者去打枕頭。我而家先真正明白，原來順序要完全相反。我哋要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當情緒平復咗，小朋友嘅理智先會上線。呢個時候講道理、討論行為、搵解決辦法先至有效。而我哋傳統做法就係一上嚟就講道理、糾正行為。結果小朋友嘅情緒仲塞喺心入邊，乜嘢都聽唔入去。難怪每次都好似對牛彈琴，因為我哋想同佢大腦嘅理性區對話，但佢根本仲未打開耳仔。呢套理論聽起身真係好完美，但我都可以想象到真實場景嘅難處。共情4部曲都有承認，最難嘅部分其實喺家長自己身上。當小朋友鬧情緒嘅時候，家長自己都好容易跟住鬧，要從嗰個被激嬲、血壓飆升嘅狀態，瞬間轉換到一個平靜、充滿共情嘅心態，呢個挑戰真係好大。不過影片冇淨係掉一個理想俾我哋，仲有好多具體嘅策略，教我哋點樣應對自己嘅情緒。首先第一點，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叫做自我覺察與冷處理嘅。簡單講，就係先搞掂自己，先至可以搞掂小朋友。我自己都有體會，如果我自己都快爆煲，
點可能去同你第二個人啊？影片入邊話進行共情之前，家長必須先令自己心平氣同。如果你自己仲喺着晒火，就寧願先行開去陽台深呼吸，都千祈唔好做假共情。咁所謂假共情呢，就係你把口話我覺得你好難過，但係你嘅語氣、眼神、肢體語言卻充滿責備同不耐煩。小朋友係感受嘅天才，佢可以清楚感受到呢種不一致，呢樣會嚴重破壞信任。小朋友會覺得你好虛偽，所以寧願唔做都唔好假做，呢點真係好重要。如果真係嬲到頂唔順，行開之後又唔可以一直匿埋呢，呢個時候就可以用到第二個建議，事前約定。你可以喺平時氣氛好嘅時候，同小朋友預先建立一個冷靜協定，比如話約定好，當我哋任何一個人覺得自己就快變成噴火龍嘅時候，我哋嘅暫停手勢係咩？比如雙手俾一個 T 字，然後我哋可以各自去房間嘅冷靜角坐5分鐘，或者一齊去飲杯水啦。關鍵係呢個係事前約定，係雙方嘅共識，而唔係喺衝突當下先命令對方你俾我冷靜啲。呢句說話真係火上加油嘅經典名句啊！每次我一講出口就知道大件事。因為喺小朋友耳中呢句說話就等於你鬧緊我，你唔准有情緒。但係如果係事前約定好嘅暗號或者流程，感覺就完全唔同啦，一種我哋係同一隊，一齊去打敗生氣呢個大魔王嘅合作態度咧。第三個建議呢，共情4部曲認為最佳方式，但係可能最需要練習呢，就係夫妻合作、團隊作戰。當其中一位家長被小朋友嘅行為激嬲，情緒已經上嚟嘅時候，另一位相對冷靜嘅家長可以即刻接手，由佢去進行共情。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呢咁接手會好尷尬咯，好似同另一半話你唔得，等我嚟咁。其實呢個都需要事前約定，夫妻可以先溝通好一個暗號，譬如輕拍對方嘅膊頭或者一個眼神啦，意思就係你先退後，我嚟處理嘅。呢個唔係批評對方你做錯咗，而係保護整個家庭嘅溝通氛圍，可以避免親子衝突升級成夫妻衝突，令場面更失控。當然啦，呢個需要好好嘅默契同團隊合作。最後一點就係關於共情本身嘅心態同目的。首先，共情應該係雙向嘅，但係共情4部曲強調必須由大人先去理解小朋友。好多時候我哋一急咧，就變成不斷向小朋友投訴自己有幾辛苦啊，多失望啊。咁潛台詞其實係要求小朋友反過嚟體諒大人嘅情緒，呢個就將方向搞反咗，變成情緒勒索啦。其次，共情嘅時候要真心傾聽，放下手機，專心咁睇住佢，唔好抱住走流程或者盡快解決問題嘅功利心態。呢點對於青少年應該特別重要。佢哋對呢種有目的性嘅溝通好敏感，一察覺到就會將溝通嘅大門關閉。Dr. Wong 強調，共情嘅最終目標係提供一個安全嘅心理空間，讓小朋友將情緒垃圾倒乾淨。當垃圾倒空咗，佢哋大腦嘅理智功能會自然恢復。你甚至會好驚訝咁發現，好多時候佢哋自己可以揾到解決辦法。呢個先至係真正提升佢哋解決問題嘅能力，而唔係單純聽從你嘅指令。聽完呢套共情4部曲，我感覺自己好似攞到一張新地圖。以前淨係識得跟住小朋友嘅行為亂闖，而家先知道要去揾情緒嘅根源。所以今日我學到最重要嘅一課，似乎係一種教養觀念嘅根本轉變。我哋要從一個小朋友行為修正者嘅角色轉變成一個情緒理解者嘅角色，就好似從一個拎住錘仔嘅修理工變成一個拎住聽診器嘅醫生。其實關鍵唔係我哋用咗幾多厲害嘅技巧同說話，而係我哋有冇真係睇懂小朋友行為背後嗰份未被滿足嘅情緒，同埋更深層嘅心理需求。共情4部曲最後提到一個觀點，我覺得好值得每一位家長思考。當我哋允許小朋友充分表達佢嘅情緒，並用共情去接觸佢哋嘅時候，我哋表面上睇起身淨係喺處理當下嘅麻煩，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喺度幫助佢哋嘅大腦發展理智。可能
好多人都同我一樣覺得情緒係理智嘅敵人，但事實上呢個正正係最違反直覺，但係又最關鍵嘅地方。每一次嘅情緒風暴，如果被好好引導同理解，都係一次大腦前額葉皮質，即係負責理性思考同衝動控制嘅區域嘅鍛鍊機會。換句話講，我哋唔係喺縱容小朋友，而係喺幫佢哋練腦。小朋友學識咗辨識、命名同埋調節自己嘅情緒，呢個過程本身就係喺強化理智腦。相反，嗰啲從細就被話唔准喊、唔准嬲嘅小朋友，佢哋並冇學識點樣處理情緒，只係學識咗將情緒壓落去。而呢啲被壓抑嘅情緒呢，並唔會消失，反而會阻礙佢哋理智能力嘅正常發展。所以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每一位正喺收聽嘅家長，下次當你再面對小朋友嘅情緒風暴時，可以試下問下自己：我而家嘅目標淨係為咗停止眼前呢場嗌鬧，定係我正在參與一項更偉大嘅長期工程，幫佢建立一個更健康、更完整、更理智嘅大腦？我想呢個選擇可能會完全改變你當下嘅反應。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關注。